嗰把蕉樹好似有嘢喺入邊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史蒂芬，歡迎收睇《零事偵緝檔案》。今日嚟到大學城中心湖。大學城中心湖地處番禺區小谷圍島嘅中心，係廣州大學城最大嘅湖泊，水面面積有成10幾萬平方米。岸邊有超過600年歷史嘅明代郭氏宗祠，隔籬就係宏偉嘅現代體育館。2010年嘅時候，亞運會鐵人3項比賽就喺呢度舉行過。日頭嚟睇，呢度的確係一個好地方，湖面平靜，湖水清澈，環湖嘅綠道同埋紫荊園更加係情侶拍拖嘅首選勝地。但係一到夜晚，尤其凌晨時分，就算係島民都未必敢一個人行近湖邊。前面塊牌寫住乜春啊？哦，係木春南城。嗱，唔係講粗口啊，係啲字睇唔清嘅。同埋呢度唔係話好多人過嚟露營嘅咩？啲草咁樣都唔多似人露營喎。喺好多大學城嘅學生眼中，中心湖可能冇表面睇上去咁純正，尤其係早期治安混亂嗰幾年，中心湖一帶都俾人貼上邪嘅標籤。嗱，又有話點解中心湖嘅氣場令人覺得唔舒服？除咗人煙稀少啊，好大程度可能同湖底發生過嘅一啲慘劇都有關。早期大學城嘅各項設施都剛剛起步，呢個禁止游泳嘅警示牌亦都時有時冇。聽聞話08年嘅時候，一位大學生就因為天氣熱同朋友落湖游水，點知因為水性一般沉咗落去，最後俾人撈上嚟嘅時候，已經係一具冰冷嘅屍體。又話喺2015年到2016年間，由中心湖打撈起幾個體表完整冇外傷嘅屍體，初步都係判定為溺水。網上仲流傳咗一種講法，就係有人見到中心湖湖面浮起一啲不明來歷嘅書包同埋衫褲，所以連番嘅慘劇令到中心湖有一個沉重嘅背景。喺校園論壇上面都有唔少人話，夜晚一個人喺中心湖附近行，都會覺得背後有一股涼意，好似有對眼喺水底望住你咁。呢條路睇落去好適合大家影相。而呢度流傳得最多嘅都市傳說，就係講緊嗰對永遠都追唔上嘅鬼情侶。話說有一晚深夜，有個的士司機由大學城出車，因為地方太大又太偏僻，佢居然蕩失路。但當佢開到呢個中心湖附近一條又黑又靜嘅路嘅時候，見到前面有對男女拖住手仔慢慢行。個司機心諗，咁夜仲有學生喺度拍拖，於是佢踩住油門上去問下點樣行出呢度。點知無論佢開得幾快，嗰對小情侶永遠都係保持住相同嘅距離行喺前邊，點追都追唔上。司機開始覺得唔對路，成個人由頭凍到落腳，先醒起自己可能撞邪。而呢個故事最令人心寒嘅係，聽聞喺10幾年前確實係有對情侶喺中心湖殉情，從此之後個湖就變得唔係好太平。而另外一個就係講緊喺大學城嘅環線公交381路上，呢條線其實係無數島民每日都要搭嘅車。有個同學分享咗自己嘅經歷，佢話星期5晚高峰381路車一如既往咁逼到爆，佢拎住大包細包上咗車。奇怪嘅係，車廂最前排嘅幾個位都居然冇人坐，有啲乘客甚至坐低又即刻彈返起身，行咗去後邊。佢當時攰到不得了，唔理3721就坐咗落去。當巴士停靠廣美站嘅時候，車門打開，雖然清楚見到冇任何乘客上落車，但司機都係望住前門，大概30秒左右先至關門。更加詭異嘅係，喺所有人都距離呢個讀卡機至少半米嘅情況底下，部人成通感應機自己嘟咗一聲，屏幕顯示扣咗1蚊。仲有一張餘額45蚊嘅卡，個同學睇到之後個心嚇到離一離，全身飆冷汗，好似有陣陰風喺車廂入邊飄過咁。佢頂唔順，跟住下一站就急急腳咁落咗車。佢事後回憶，佢話當時好似就係一個睇唔見嘅人上車，然後嘟咗卡一樣。仲有一個都市傳說就話半夜凌晨時分，只要你行喺中心湖，有可能會見到一個白衣女子喺水上行走，腳步輕盈，水面淨係泛起少少嘅漣漪。佢通常出現喺夜深人靜嘅時候，有學生話見過佢，但係佢並唔會害人，只係默默咁行過，消失喺夜色當中。有啲人認為佢係多年之前意外身亡嘅學生，個魂魄一直徘徊喺湖邊，唔捨得離開。呢度唔好話情侶啊，一路上連人都唔多幾個。但頭先湖心島條斜路，又有人行咗上去睇書。大學城真係一個充滿書香氣息嘅地方。下次見。